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下落。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辞职，其妻开记者会要求真相正义。被中国国家监委扣押和调查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2018年10月7日辞去主席职务。当天，他的妻子格雷斯·孟在法国里昂举行记者会，表示要追求真相、正义和历史责任。伊斯坦布尔举行反华游行示威。伊斯坦布尔历史景点艾伊布苏丹廷真寺广场举行大规模游行。伊斯坦布尔阿里佩然教育、文化和合作基金会的组织下，本月7号星期日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和新闻发布活动，抗议和指责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的打压行动和集中营政策。东突厥斯坦教育和合作协会、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等维吾尔组织和数千名维吾尔和土耳其民众相应号召参加了这些活动。同一天，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党代表团访问安置在开塞里的东突厥斯坦人。警察和老兵之间发生冲突。11月6日，山东平度市警方武力镇压围城老兵，双方激战，老兵使用木棍、灭火器与警察对打，9名老兵受伤，其中2人重伤。中国近年来持续爆发大规模的老兵维权，但在今年6月就先后发生河南漯河、江苏镇江老兵聚集维权，并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2名维吾尔人获得冠军。本月6日举行的中国最大说唱比赛中，2名维吾尔小伙子获得了冠军和亚军。尽管中国当局不断强化在东突厥斯坦的打压政策，维吾尔歌唱家阿尔法和纳乌科然在比赛中获得了第1和第2名的好成绩。荷兰东突厥斯坦人继续开展活动。位于荷兰乌德勒支市的欧洲东突厥斯坦教育协会新开办的母语幼儿园正式开学。据本协会介绍，创办该校旨在为孩子创造学习母语和传统习俗的机会。同时，维吾尔文化中心于本月5、6、7日在荷兰哈勒姆市举行小型博览会，介绍了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的犯罪行为。